总统就职满一档传出2个中国人偷渡到金门海巡是依法甲上班，专家认为中国有可能咧试探，看倒一搭是咱的雷达死角。马总统发表演说，讲到超越关税的进度，也发表会来成立主权基金投资国际市场，强调袂当违背民主甲自由。台中一个民众带狗仔咧散步的时阵，互一只无目屎的狗仔咬，结果甲人咬的狗仔的主人竟然乌倒摆徛咧，就安尼追伊去。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5月20日 AM 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赖总统今仔日就是就职满一档啊。即马煞传出有2个中国人，若像是用舢板啊偷渡来到金门，而且呢，海巡署即马已经甲这2个人依法甲伊上班。嘛，因为进前才传出有中国的白仔囝是坐树灵船来到咱台湾，甚至也阁有中国的网红呢是伫咱的海墘啊来插5车旗。专家是认为讲，这无排除就是中国咧甲咱试探。看倒一搭是咱的雷达死角。海巡人员要求各普里龙邦的中国人上船。20透早5:08分，海巡金门守望哨用热显像系统查到，好亲像有人要为2大海峡偷渡进花，随回动国军守备大队拿查围捕。7:53分，查到2个讲为厦门要来扣海雷亚的中国查甫人，嘛查到1台迪拜啊。有2名中国人士从小型舢板释放保利龙浮绑，企图偷渡上岸。目前调查疑似上岸采备。昨日有一对中国白仔囝，还有树莲船为桃园观音海沙堡进花，我也有中国网前第18打出影片，伫桃园大园区海沙堡插5000旗。去年嘛发生中国查甫人驶快艇为福建出发，直接冲入去新北市的淡水码头，离中国无偌远的金门，因过定定有中国偷渡客，还有树莲船出现。海巡无排除偷渡案是中共认知作战的一项。专家分析，树灵船这种小型船真细台，雷达较歹侦测，无排除是共军试探咱华济雷达性能加业界，想要找到海防的老胖。雷达其实目前来讲，对小型的这种橡皮艇目标，基本上它能够侦测到的能力是有限的。毕竟人体都有所谓的这个热源，针对人员的辨识状况，绝对会比雷达好。专家表示，无人雷达站一旦自动侦测认出海面目标，执行啊伤济，至少也有雷达示警、人工识别的方式。那做连雷达都无都认出来，敢若外口派人用千里镜、热显像，甚至人的到场证书，咱拢需要建立更加强大的安全网。经过海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屏东琉球籍的渔船星希风号呢，昨伫菲律宾外海咧作业的时阵，互菲律宾的公务船甲带转去，加在后来经过咱外交部的交涉，这渔船已经甲放倒转来啊。面对这海峡定底的争议呢，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会持续甲菲律宾来沟通，确保双方拢会当互相尊重。拄是了乌昂层的时阵，台湾周边海峡有不少渔船的作业。暗过19透早，屏东琉球籍星希风号渔船所互菲律宾公务船带走。离了阳明岛东北东13海里那边作业了，在重叠海域作业拦界线以内，会进入巴丹群岛24海里临街区了。船上是台籍1名啊，尊重一个啦，印尼籍的4个啦。面对这条家属电前赶紧通知外交部等单位救援。经了解，代志发生伫咱国暂定执法线附近。迄时阵，渔船伫菲律宾阿米多外海作业，无超出台湾定塔海峡渔船作业南界线，所获回国渔业加水产资源局定检搁带转港口。经过不断的斡旋协商到昨天中午菲律宾已经同意把人船安全放回来。那目前我们也请海巡单位去联系我们的船长，那准备要去接驳他们。渔船放出来后，继续掠鱼，真正原因爱等渔船倒来了后才能清楚。因为台菲之间海峡有真济高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为避免搁发生广大刑案引起的国际冲突，双方已经伫2015年签署协定规范。台菲已经在2015年签署了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外交部及我国驻菲律宾代表处
将持续与菲方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大会协定对象有建立紧急通报系统、执法合作甲信息释放机制，可协定避免使用暴力或者是无必要武力。外交部强调继续甲会国沟通，确保双方伫互相尊重、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促进大会企业事务的合作机制。记者综合报道。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即马当咧瑞士的日内瓦来举办，咱台湾即马已经是第9摆互人拒绝啦。也毋过呢，一寡国家，亲像是海地、德国、法国，甚至是日本等等，拢有利用发言的时间来支持咱台湾。另外呢，今仔日咱的友邦帛琉的总统也来访问台湾，希望双方会当强化合作。日炮21响总统府前，隆重军礼欢迎友邦帛琉总统惠斯仁伫当选连任了后第一摆来台湾访问。Taiwan has been a steadfast partner of Palau for decades, and one of the MOUs that we'll be signing today further extends that relationship. 希望26年邦期继续稳固，而且深化伫各领域的合作。同时，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伫瑞士一连晚举行，不过咱因为中国打合第9摆被拒绝。咱的邦交国海地马绍尔伫第一轮各国代表声明阶段都发言声援台湾。Voilà pourquoi nous profitons de cette plateforme pour soutenir l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Global Health Corporation must include 23.5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因为日本、德国、法国甲纽西兰拢伫短短2分钟发言内底，表达支持台湾的立场。In order to respond to health emergencies, we should draw upon the experience of regions such as Taiwan. We need everyone's, including Taiwan's, expertise and participation. Ainsi, je rappelle que la France est favorable à l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This year's theme of One World for Health can only be realised if the global community can benefit from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health communities, including Taiwan. 美国国也表示，台湾是在地信赖，而且有良好友伴。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宣告美国自2016年1月2日会退出世卫组织。第一台湾的卫福部长柯泰源表示，世卫组织伫美国3将援助之下，会多多减少相关的活动。不过，对台湾可能是一个转机，透过对世界各国雪中送炭，为人类健康做出更较侪贡献，也好支持台湾的朋友愈来愈多。记者综合报道。昨晚发生伫新北市三峡的这个车祸呢，是造成15个人死伤。这个肇事的78岁阿公，其实伫弄到人进前呢，就因为弄到分隔岛，而且北去的时阵，佫去弄到车。这事故的原因，即马是要搁咧调查。也那三峡国中的学生呢，是有2个人死亡。即马学校已经展开心理的辅导。新北市教育局嘛来研究要用检索甚至是科技执法的方式来强化安全。一大堆民众到场就发生集结伫路口，小电线献花、放四手啊、手写的卡片，点点啊徛伫边啊，甲过身者致哀，嘛甲伤者接去。对，我昨天看到新闻，就有感而发的哭了。发生伫新北市的三峡北大国小头前这个重大死伤车祸，肇事的78岁姓余的老人，身体状况还未恢复，就要做第2摆手术，甲当还未做笔录。有多处的肠道的破裂，目前来讲相对而言情况比较好，但是还仍然没有脱离险境，意识状况也不清楚。经过警方初步调查，排除食酒食毒塞车，但是驾驶方发现讲，伫案发进前1分钟已经家己弄到安全岛，目睭搁去弄到修理车，但是伊无停，直接离开。敢涉嫌肇事逃逸，专案肇事原因是啥？拢搁爱单调查。但若即摆驾驶过去嘛有红灯违停的记录，甚至把春起的人行都甲妈妈红个啊弄到伤。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非常难过哈。那我们今天早上。利用升旗朝会的时间，集合7、8年级，先做心理辅导。专案造成15个人死伤，9个人是三峡国中的学生，其中阁有2个人过身。都惊有师生看到车祸的经过，产生创伤，学校开始心理辅导，检方嘛到病院完成验尸。案发过1天，警方是加派警力伫路口执勤，因为新北市警方是启动护理专案，但有人无要听指挥，随风砸落来。在学校周遭的一个路口来加强我们不同专案的一个警务。案发的这路口设计了行人专用石像，在特定时段强化行人的通行安全。但如今还是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事故，也让这个路口的道路设计是否有所不足引发讨论。
交通局的官员伫21透早登去案发地来会勘，点出涉案的驾驶有超速、弄红灯这的3大违规的事项，佫承诺改善案发路口的交通设置。相关的交通设施、号志、标志、标线都相当完整哦。那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因为在通学巷的地方还是要以学童的安全为优先考量，所以我们会引进行人优先区的概念。新北市交通局讲，第期升伫的人行道放实体的护栏，嘛建议设置减速设施，科技执法来强化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这个78岁吊驶的驾驶呢，其实伫今年2月的时阵，就已经成功换到新的驾照。也毋过，即届出这款的代志，或者社会人换驾照的制度，搁再引起社会讨论。照目前咱国内的规定，其实是75岁以上的老大人，每3档都要换新的驾照。若即马上新的消息是，交通部长有表示讲，要来规划甲换驾照的年岁降到70岁，也就是甲日本同款。民间团体呢是来呼吁讲，这个换驾照的规定呢，应该就爱缩限，才通避免类似的情形。骑奥多摆的单尾弯，互后壁车驶真紧弄着，甚至这个车祸是造成1死6伤，肇事的驾驶是79岁。规台车是弄甲密密麻麻，伫家己动停落来进前，是弄着3个骑奥多摆的。高雄这个车祸，涉案的驾驶是94岁，即马新北市3劫15个人死伤的重大车祸，嘛是侪岁人肇事，互高龄换照制度的争议，搁一摆引起讨论。高龄者在整个测验，未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的重新检讨制度。不管是赛车还是骑车，侪岁人上路肇事，对108年的39000外件，112年是大大增加，已经超过56000件。照国内规定，75岁以上的士大人，逐3年换照，必须要检测认知功能。但是民国31年7月初1进前出事的，是无强制换照，嘛互这几十万的老大人变作乌数。搁比较各国换照的年岁，日本、英国70岁开始，南韩、新加坡是65岁开始。日本是大概5年或者是各限定年数，你就要回去再做一次交通讲习。那针对于老龄人口的话，我们其实更应该做到的事情是加强他们的体能检测，那加强他们的对于认知的部分。日本换驾照唔拿爱参加安全讲习，阮75岁搁爱附加认知检测和驾驶能力的测验，若有违规的记录，搁必须要实地路考通过。韩国是要求逐5年检测，75岁以上是缩短到3年一摆，而且爱接受道安教育。新加坡是要求65岁以上都该经过医师的评估。第一个可能适合的运具不足，那再来就是一个涵盖率不够，还有就是你的交通时间过长，导致很多长辈还会希望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自主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行为，所以会自己开车。面对这回换照，对年岁下修到检测的加严，各站民众引起讨论。今麦交通部已经提出改革的方向，但是老员讲危险驾驶唔那是发生伫老大人身躯顶，搁点出真侪偏乡的地区，大众运输无够济，侪岁人只好塞车。按照优化交通网络嘛，要做回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场发生伫北大国小外口的车祸呢，是隆重造成3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拜二早起，三峡国中还有北大国小是来办理安心宣导的讲座。心理师是来强调讲，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拢应该爱避免重复来看这车祸的影像甲资讯，才袂造成过度警觉、惊吓，甚至是影响情绪的状况。拜二早起，有民众伫学校附近的路口献花、放四手啊，向这无辜的生命致意。5月19日，新北3峡北大国小外口发生严重的车祸，造成3死12伤。3峡国中和北大国小也伫拜二办理安心宣导讲座。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安排心理督导进驻学校，会针对学校导护人员甲受影响班级提供情绪辅导，一直到学校安稳。由教育局调派专业辅导人员进驻校园。针对受影响师生进行团体或个别关怀陪伴，依学校师生实际需求弹性调整，并持续至校园安稳。这个重大车祸肇事责任还未厘清，除了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议题，又搁再受到讨论。心理师表示，爱稳准家己有情绪，不过也爱提醒，不管是亲目睭看到，或者是透过新闻网络看到车祸状况，拢应该避免重复看这个资讯。若较严重，头壳内甚至会直直出现车祸的画面，也就是出现心理学讲的闪回这款情绪现象，就爱特别注意。可能会感觉讲，敢若搁返去迄个现场，迄个时间，所以感觉身体足紧张的，肌肉足紧绷的，
暗时困的时阵，可能嘛会一直在想着迄画面、迄现场、迄声音、迄画面。啊，可能会困袂去，失眠，也是讲，就早就醒起来。心理师建议家长也通观察囡仔咧过车路坐车的情绪，若是有焦虑、会惊的状况，应该更加避免上过注意车祸相关的信息，甲注意力放伫原本的生活。若是观察落来超过3个月，心理状况无改善，就建议寻求专业医疗的协助。记者中嘉义林秀凯台北报道。台中一个民众带伊的狗仔咧散步的时阵，咧熊熊互路边一只无白色的狗仔夹，这人甲狗拢有着伤，而且咧，佫较喊过的是，这个家人夹的这个狗仔的主人，竟然乌多摆徛咧，就安尼做伊去放伊的狗仔伫个现场。市政府表示讲，这只狗仔的主人呢是涉犯弃养，也是过失伤害等罪，即马警方是当咧追查，也若这受伤的民众也决定要甲提告。洪家的狗仔尻川皮肉拢裂开，身躯顶有真侪空喙，上深会当到6公分。饲主王先生20出面指控讲，前2天礼拜下晡3点半左右，伊带因兜的狗伫台中市东区的立德东街和建地街口伫散步，遭互一只无牵锁仔的大型蓝种狗仔攻击，人和狗仔拢互夹着伤。蓝种狗仔的主人迄当阵坐伫乌多摆顶悬，摩托车是直接骑车浪杠。这么有攻击性的狗，它按照动保法，它要随身携伴，而且要戴口罩，它都没有，而且还放任它闯事，而且它出了事又不出来负责，然后就说跑就跑。61岁王先生迄当阵是拼命制服攻击的蓝种狗仔，所落来就向警方来报案。攻击的狗仔互带转去动保处的动物之家来收容，因为无实入晶片，警方当查访目击者和吊监视器厘清饲主的身份。警方获报后查访目击者及调阅监视器，厘清该犬只是否有人饲养。如今查明有人饲养，而饲主未将犬只练绳，致民众受伤，饲主即涉犯刑法过失伤害罪及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农业部目前是甲比特犬等6种危险性的狗仔，和无正当理由捌攻击人也是动物行为记录的狗仔列作有攻击性的宠物，规定出入公共场所应该互成年人来陪同，而且伊无超过1.5公尺链仔锁仔来牵，嘛爱挂喙烟，也是使用通风的金属箱笼仔来装载，违者会当照动保法罚3万到15万。台中市府讲，这只狗仔虽然不是危险性的狗仔，但是饲主已经涉犯弃养、疏放和刑法的过失伤害，受害者嘛决定提告。经查该犬只没有晶片，又因为饲主当下已经离开现场，所以本案已经向警方调阅资料，倘经查有弃养的属实，将依动物保护法第29条处最高15万元罚款。动保处建议讲，民众若拄着狗仔疑似攻击的行为，会当采取爱细致冷静，莫挖过去，莫甲声，莫一个人行，莫走伤紧，莫哪行哪正等2爱5迈的原则，保护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则意外来关心的是，这是花莲有一个17岁的学生呢，伊骑微电车，结果这底盘线熊熊导火，伊是甲车停伫咧路边，警察看到是赶紧来甲伊斗骹手，甲附近的店家呢借拍火器来甲拍火，甲在是无人着伤。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一个学生骑奥多摆咧行的时阵，底盘已经规个导火，对向的一台警察车看到了后，随时翻头甲砸落来。这个学生是惊一个甲车等伫路边。我骑到这里刚好爆炸，我就过来这里，然后警察也刚好看到，我就丢车了。爆炸，就突然嘣一声，然后起火了。这个意外发生伫19下晡4点20分。这个姓柯的查甫学生今年17岁，伊骑微型电动车经过吉安乡中山路3段的时阵，熊熊导火。警方随甲附近的店头借3支打粉的灭火器，因为电池压是造成连锁的反应，要甲火拍花是真恶。同仁见状，立即上前将该辆微电车拉至空旷处，并持灭火器控制火势，避免燃烧周遭车辆。后续消防队到场，顺利将火势完全扑灭。要若微型电动车是安怎会导火，警方也会调查。不过，捌改装电动车的人讲，真有可能是因为电池的问题，或者是改装造成的。电池的品质不良，没有经过国家的检验安全认证，它没有自我保护过载的功能，或者是电池充电时电压过高，无自动断电功能所造成起火现象。加在这个事故无人员伤亡，火势伫1点钟了后完全拍花。消防局提醒，电动车导火拍火的方式应该采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加上灭火的毯仔。
若是会当伫30秒以内完成拍火，就会当压制电池连锁的反应。公司新闻华联报道。过了4月23，也就是今仔日，就是嘉义鹿草伊珠爷公的圣诞。为着要甲伊接受，这庙方呢，伫前一暝主时就会先来拜天公。当地信众除了是准备生礼以外，甚至阁会穿家己的衫裤，互伊珠爷公来替因消灾解厄。戏班的人员赶工来咧大舞台，庙内志工甲信众嘛，无因准备拜天公的物件。旧历4月23是鹿草乡伊珠爷公诞辰。伫前一天22个主时，庙方甲信众都爱是拜天公，完成了后，才来替伊珠爷公祝寿。手主要起来点点的，插香敬手安尼，要收束才跋杯看要下袂才阁起价，起来走钱安尼。配合时辰拜天公的仪式才开始，信众才只是开香参拜、插香敬酒，真侪信众嘛专工来遮拜拜。记录科技馆公庙文化研究学者嘛发现讲，伫高铁甲快速道路边仔伊珠爷公庙，显示一种真特别的状况。感觉伊珠爷公做有灵性，就感觉伊大概拜拜有到3工。后壁有迄个高铁，正手有迄个快速道路，一般是拢反对庙也是迄个社区有即个物件，毋过迄个高铁甲快速道路竟然。互伊家公愈来愈兴哦。伊珠爷公降价带信众来设会场，信众嘛捧着家己摆的衫甲裤缀了后壁。庙方讲，这个叫做走钱的仪式，是伊珠爷公要来替信众消灾解厄。但是伊珠爷生日上有特色的，也是欢喜替伊珠爷公来祝寿。若有人达成心愿的，就是拢安怎，拢请伊去这庙的庙公，是结成先生咧讲，伊讲哦，伊珠爷公今日爱留者，伊都要留者，就是伊的生日圣诞迄天。才开始甲做伊，做愈济病愈好。众人拜天公了后，煞来甲倒仔洗头，用伊珠爷公来拜拜祝寿。这个所在会阁闹热几啊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伊珠爷公生这一天呢，这庙方拢会来办千变戏，甲伊祝寿。对庙口是一直摆出去到关岛，甚至阁拖到高铁的桥卡，这双边拢是戏棚。庙方表示讲，其实呢，原底是敢若100-200平尔，后来是因为网络事件，毋才推出这款千变戏的规模，所以场所甲电力的安排拢是大考验。铁架架的好朋友咧，2个少年家当咧赶工要甲戏棚搭起来，因为这棚搭了后面也阁有几十个在等紧。今年伊珠爷公生祝寿的戏棚同款是对庙靠摆甲高铁桥卡过。庙方讲原底规模无遮尔惊人，大约7年前因为高铁甲民车关系，这几年写新的戏棚拢是真清白在做。即马大省是入伙一棚，过来大家那些爆啊，即马来分那些啊。自从阮遮的少年辈特别会用这个网络这 FB 去了后，足侪伫网络看到，人会来问，来拜拜，有感应，过来就是咱高铁站这个区域了后，经过信道看到有就来。庙方表示，当年伊珠爷生也被过线到信众登记过当年的婚，这刷刷收到的社戏登记，无论是布袋戏也是歌戏，老辈拢会交互花头的班长来斗发落。班长讲，因为电力限制，逐工上济300平都真崩啊。其他亲像演出的时间地点，也有本身爱用到的物件，因嘛拢爱斗安排。今年布袋戏有600多平，歌戏有36平，要安怎互戏演好演完，这内底拢是学问。伫较早的时阵，敢若拢一工庆典，所以规排拢是歌戏甲布袋戏。后来才因为电力跟那个交通的关系，才分做几啊工为准。拢差不多300-400平啦，来。搁第2天、第3天，就无遐济安排遐济病啦。但是若讲3天内咱的戏路宽过，做无煞的戏，继续要搁做，就爱来咱的庙埕。伊主也讲爱看戏，当年生日上清白戏出，已经真做地方的特色庆典。庙方讲，大家拢会问这戏要演几工，这个问题实在真困难，因为戏哪演都有人煞规定，有时阵演要几个月嘛无奇怪。记者柯家族柯超勇家己采访报道。今仔日是总统赖清德就职满1冬，伊是来发表演说，讲到和美国超超关税的进度。伊也表示，这政府呢会来成立主权基金，投资国际市场，也强调无任何总统会当违背民主甲自由。
5月20日，总统罗清德就职满1年之间，伊公开发表演说，头起先针对新北三甲8大高速外口的严重车祸，对罹难者和家属致哀，嘛向车祸受伤的民众表达关心。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小组，中央相关部会和地方政府会携手合作，积极协助家属，并尽速厘清事故发生原因，检讨改进。罗总统伫记者会顶悬，嘛向民众报告这1年来国家拄长的挑战、成果和未来的规划。罗总统表示，台湾过去长期戒严，有一个先进的牺牲拍拼，但互台湾成做亚洲的民主灯塔。针对国内各地发起的公民运动，罗总统表示肯定，认为面对民主的纷纷扰扰，应当爱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伊表示会拍拼促成中亚对外来加强政党合作。我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期望朝野政党领袖，无论政治立场为何，我们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以守护国家安全为前提，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坦率、真诚交换意见。经济面对美国对顶关税对台湾的冲击，罗总统宣布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协助国内产业在全球布局。台海政治方面，中国军机军舰嘛继续对台湾四周骚扰，国际媒体嘛关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罗总统回应讲，会继续强化军事采购、经济联性，也有国际合作，以避战来避免战争。我们也积极跟国际友盟共同合作，肩并肩，发挥威慑的力量。以备战来避战，达到和平的目标。第4个是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只要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罗总统嘛表示，行政院有提出强化安全韧性特别条例，编列4100亿的特别预算，除了支持产业和安定就业来强化经济、照顾民生，也有强化国土安全韧性。其中有1500亿是5万用来提升国家韧性，包括起造军品仓库、建立饮用水供电设备，也有规划巡防舰艇等等。罗总统希望会当得到中央的支持，让台湾在国际变局当中继续安稳向前行。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今仔日在罗总统就职周年演说呢，有讲到要来成立主权基金。学者就来分析讲，这个主权基金呢，伊的规模可能会加较大，而且对国家甲经济影响也会愈大。也毋过呢，这主权基金的钱到底是要对倒来呢？目前是要阁需要财政部，也阁有央行等等的机关来讨论。总统罗清德就职1周年是带出要成立主权基金，重点放伫台湾产业的国际布局，和连接人工智慧在未来产业的领域，锁定全球投资的机会。目前的想法会互公部门来主导，结合民间的资源，暗算锁定战略性产业，亲像 AI、半导体、力量和数位科技这领域，帮助台湾经济升级。不过资金对倒来，各界无共看法。我觉得有可能是由国发基金扩增，加上所谓的4大基金。然后呢，去组成所谓的类主权基金，当然也有可能会去动用到外汇存底。美债的投资金额呢，占整个外汇存底大概80%。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比重太高了。央行的行长尤金良在立法院备询的时阵，针对第一批主权基金的来源提出3大可能，包括新加坡模式，和财政部发行特别公债，和和财政部拨款变作控股公司的股东，再个投资国营企业。另外，还有南韩模式，财政部成立出资投资公司，托管基金就对财政部外汇平稳基金遐来。在这个营运方面有很多的这种机制或者约束，让它能够发挥一个正当的功能。当然也不能够说有很多的政客在中间，他可以左手右手在那边玩。学者经过讲，主权基金的数量真大，布局嘛影响到总体经济，管理单位必须要专业、独立、中立。参考各国的模式，全世界上大主权基金在挪威是对自然资源的出口盈余来的，隔壁国亲像新加坡、韩国是对国家财政盈余来的，中国香港是外汇存底。同一块美金你换了2次了。那个会造成那个恶性的金融膨胀很多金融管理上问题，所以他们一般都规定就是说，如果利用外汇存底的话，你只能用在海外。目前主权基金主管单位资金拢还未定，财政部处长阮清华讲，阁会等下部会来讨论。不过因为金额真大，后壁法典嘛考验主管机关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
有美国导演自2016年台湾选调第一个女性的总统开始，就用7档的时间来记录台湾的政坛，完成一部纪录片，也就是看袂到的国家。这制作团队是希望讲透过这个纪录片呢，会当互国际来了解中国甲台湾的关系，甚至也有台湾守护民主甲抵抗威权的状况。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is under threat like never before. Taiwan has long been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battle. 我们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每一个台湾人都要走出去。蔡英文做总统任内，希望台湾走向国际。这出纪录片看袂到的国家，导演是美国人Vanessa Hope。伊伫2016年见证台湾选出头一位女性总统，用7年的时间记录蔡英文安怎执政、捍卫民主，佮有其他女性参与政治的过程，包括副总统萧美琴、立委吴派业等等。导演用大量的影像资料、采访无同观点来呈现台湾民主化的历史、国际处境，佮有台湾人的生活认同。到了台湾，又面临一个好像重大的政治危机，然后大家必须要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候，就来看一下美国的导演怎么样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欣赏跟理解台湾的民主，然后希望全世界的人都重视台湾这一个应该被看见而没有被看见的国家。几年来，因为中国打压，台湾强在无法度伫国际上出现咱的国名。但是这几年，台湾说到我正做国际关注的焦点。看过这支片的导演分享讲，经过纪录片的整理，会当互国际伫短时间来了解台湾。另外，也有马来西亚民众表示，面对中国的威胁和打压，对台湾人的勇敢表示敬佩。平常时咱拢想看轻家己啦，拢感觉讲啊，敢若无啥，台湾人就是安尼啊。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当然真正常，但是实际上，咱是经过足侪人的拍拼，甲足侪人的吞忍，甲足侪人的牺牲，咱才有今仔日这个台湾这个国家。快10年了，所以看了很多东西，发现到其实这边人就相对很勇敢。就我只是想借由这个机会，就是可能跟台湾人说，就是保留这个勇敢。纪录片看袂到的国家拍算6月就会上戏院，团队希望透过纪录片，让国际看到台湾推动民主转型，也有同性婚姻等等的成果，通对台湾有愈深的了解，也让民众对专制威权的危害有所警觉。记者卢尚如、曾春友台北报道。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刘荣伟伫台北国际电脑展来演说，这回答的头家黄仁辉也来徛台，伊是宣布要和鸿海、台积电等等的公司来打造超级电脑，甚至伊个讹落咱台湾是世界运算的中心，经济部嘛表示会提供必要的协助。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superstars of the AI industry and the leader. 鸿海董事长刘荣伟介绍伊的好朋友，也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出场，甲伊徛台。两个人伫台顶是讲甲真欢喜。刘荣伟伫2025年电脑展览 Keynote 演讲，讲到智慧城市甲 AI 的后一步要做超级电脑。We've been coming here for 30 years. Yeah. And somebody did a count. We have 350 partners here as a computing company. This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world's computing industry. This is where it starts. And everything from the chips, of course, to the systems, and now increasingly, the pioneering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in the automation of robotic factories and building robots.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宣布，要甲鸿海集团、台湾政府甲台积电合作，替台湾打造头一台大型的 AI 超级电脑。按算会甲几啊粒 Blackwell GPU 晶片串联做大型的虚拟晶片，嘛涵盖晶片甲主机板等等整体系统的工程，见证台湾科技生态系统的实力。许多像开源的 AI 的技术的问世，象征 AI 不再仅是大国或者是科技巨头的专属领域，而是正加速普及化，带动更多边缘应用与分散服务的新机会。但像顺这个势，互 AI 产业链拢受惠。像是电脑展览起股的头一日，各大厂商拢已经准备好势，包括34个国家1400间的厂商来参与，大部分拢把重点放在 AI 的运用。我想更快绝对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可以接触很多的感知器，然后这运算如何可以变得更快速，我想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优点。科技公司嘛推出新一代边缘运算的工具，要来应对后一步机器人的科技。科技推动更加快速的发展，嘛，让台湾徛起伫世界舞台。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医疗消息来关心的是腰笑癌呢，这初期是无啥症头，不过等到发现的时阵，可能就是未复旧啊。即马台大病院是来开发全球第一套 AI 的腰笑癌诊断系统，有4成过去无通检查到的腰笑癌，即马拢会当量早发现。那准这患者会当量早治疗，安尼存活率就会当增加到8成。真出名的体育主播布达人，在生的时阵得到人讲是上好诊断出来癌中之王腰笑癌。伊伫2018年病逝，食到85岁。为着要突破诊断的困难，台大病院甲台大应用数学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发出全球头一套人工智慧腰笑癌辅助诊断的系统。只要2分钟，就会当自动判读感受生歹命，准确率有达9.3%。影像本身它基本上是一个数据。我们要把每一张影像当作是一个数据来看，而数据透过 AI 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医疗团队表示，腰笑癌的初期症状无明显，而且瘤是大了真紧，致死率嘛真悬。2023年已经加做咱国民众10大癌症死亡率第7位，一年有2879个人死亡。早期腰笑癌伫电脑断层的影像当中，袂输是大海的梦尖，差不多有4成会去看无到。即马透过这套 AI 的系统，会当侦测出2公分以下可疑的瘤，互患者会当量早治疗。5年的存活率为原底10%提升到80%。如果能够再小2公分，第1期的胰脏癌就能够及时发现。那以现在的治疗的话，其实是有高达80%的机会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一旦超过2公分，这个肿瘤大概都会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医师提醒，腰笑癌较会出现伫咧侪岁人的身上，危险的因子包括有家族病史、食薰、甲糖尿病等等。不过，目前这套 AI 辅助诊断的系统，健保是无给付，属于自费的项目。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现主席的卖厝中人呢，常常是会透过社群平台来刊文，也毋过最近煞有人开始咧刊登免责声明，就是因为有一寡厝其实早就已经卖出去啊，也毋过这中人呢，煞为着要啥人来看，所以继续搁甲放伫咧顶头，这已经涉犯广告无老实，上济是会罚到30万的。律师就来提示讲，其实这免责声明呢是无效的，上好的做法就是甲广告甲落架。最近点开面册，有人会看到房中打出免责声明，强调家己牵的卖厝广告作废。也有安尼现象，或者是因为最近的检举治乱，针对已经成交的厝的大门，房中煞无落架广告文章，因为看起广告不实在，可能都被检举。彰化地检局表示，最近开始有收到检举案件。114年以来，类似的检举案只有2件，那2件都是没有成案的，因为通常陈情人都没有附相关的事证，所以没有开罚的状态。最近收到20多件的脸书广告检举案件，在我们受理查证后，只有10多件还有刊登资料，这些目前都已经发文请刊登业者提出说明，全案仍在查证的阶段，目前还没有对此案件开罚。不过，不少房仲犯了被检举的违反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面临6到30万的罚金，各件文章删未了，拢发布免责声明。不过律师表示，免责声明无法度达到免责。有没有责任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因为你今天 PO 了这个广告上去嘛，你广告如果说这个房子物件已经卖掉你就要下架。有不少人好奇，为什么厝已经成交，不过广告却无提出来，专家点出关键原因。房仲呢，他可能评估认为说啊，这间房子虽然卖掉了，可是呢，它的屋况条件或者是价位条件非常的好，可以吸引客人，因此呢，才会持续的把它放在网络上。等到民众打电话来询问的时候，他才推销 B 物件。我喜欢的是这个物件啊，但如果他介绍那个还不错，会有考虑啊，但还是会觉得心里比较有点不开心。当然会生气啊，因为我看的是 A 嘛，那他的图片是因为图片吸引嘛，这个就有点像广播不实。新北地检局表示，若真是违法，除了依法开罚，也呼吁业者爱伫自由关照，防止无实在广告甲恶意检举，维护产业地属个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大溪的20八零圳的这个活动呢，已经传承200多档。伊原底是为着要来超度水灵的亡魂，最近是改伫个5日节来举办。也毋过看这灵圳其实是无头的，而且呢，伊是过一个平安，毋是咧拼一个输赢的。宜兰县呢，伫个5月31日迄天会传体验船，互民众做伙来试看卖。迎头赶上岸，观众朋友。
来加油！拍落马船，不过真少看，会当发现这只船是无龙头，和一般5月节龙船完全无同款。既然大溪利龙川，逐年的5月节拢会举办利龙白龙船的活动，是真有地方特色。基本上甲9月尾，拢来做一个无奖金哦，敢若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这个活动。社区二早举办宣传活动，利龙白龙船已经传承227吨，原底只是装头有用的时，为着超度水中的亡魂，才开始白龙船分组顶下装2只船来比赛。最近几年才改做伫5月节长港举办，不过白龙船是求平安的，并不是要拼输赢。东山乡最近几日举办龙船赛，连续发生船只伫比赛过程当中沉落去的情形。参与数十年利龙白龙船的队员表示，利龙的龙船是较深较快，较袂入水，而且船员拢经验丰富，只要船头的人莫白甲上深，互船只入水就袂沉船。握的桨握的方式是属于反桨，跟他们正桨在握就是相反过来。相对的，我们在出力上会比较方便。今5月节白龙船的长港，社区也准备体验船，互民众会当来爬船。社区表示，为着安全，每一位上船体验的民众拢爱穿救生衫，而且无分查甫拢会当上船，欢迎民众做伙来参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市的大安海水浴场目前是正在进行改善的工程，也毋过在观景平台附近的所有几来的民众去打着铁钉着伤，市政府表示讲会要求厂商来负责，未来也会甲这间厂商来列管。风景真水的大安海水浴场吸游客来耍水，毋过挖海埔的观景平台，四周围虽然看到庄甲铁钉都散落伫海埔，游客讲是真罕古，烦恼耍水安全。蛮危险的。怎么说？会流血。明代20开记者会议处台中市府开3000万起的大安滨海观光路廊，加周边旅游环境整合改善工程。施工厂商好亲像伫无班作业结束了后，将铁钉这尖物件直接拼伫海埔，互真侪民众落着流血受伤。海水浴场现场也有真侪救生员证实，确实有看过海埔的水内底有铁钉，厂商要来处理。有看过有人捡到铁钉这种情况？有，其实之前还不少。如果假日的话，有时候一天会好几个。动全面检查与清理作业，落实缺失改善。此外，关旅局绝不包庇不良厂商，将依程序函送工程会列管不良记录，确保公共安全。台中市府表示，这工程完工了后，有漏废弃物，我要求厂商全面检查甲清理，毋过无彻底排除风险。后续会请业者动用吸收啊这工具，对海埔全面检测甲清除，将不良厂商函送工程会列管，针对受伤游客也全力协助保险理赔。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来举办台语说动物园的活动，佮请专家带大家来看这各种动物的尾鸟到底是生做啥款，也顺续来学习这寡动物的台语讲法。大人囡仔拢感觉真好耍。也那新竹市动物园也表示讲，未来会来说台语的导览活动。看伊倒咧遐困呢，伊困啊就竖起咧遐，楼梯遐。看到动物，囡仔拢笑甲真欢喜。大家先坐伫树仔骹听台语故事，再佮透过手中的动物图片去找动物伫倒，然后用画笔甲动物的尾鸟画落来，然后用台语甲大家讲，家己看到的是虾米款的动物。我看到动物一无尾鸟就卡成。哦，这个是啥物动物？猩猩对吧？哦，红毛猩猩是无尾鸟的哦。做趣味做好耍的，而且佫会当学做侪迄个甲动物有关，迄个知识安尼，所以囡仔就会使了解做侪。无继续这安尼代志传落，大家拢要讲国语，还是讲英语哦，咱的台语就袂传落去，这真严重的问题啊。专家讲，动物园无论对大人也是囡仔来讲，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透过活泼趣味的活动，除了带大家真足看各种动物尾鸟造型无同以外，也利用机会较食讲台语。无管对囡仔还是大人来讲，动物拢有一种足特殊的感情。阮今日设计活动是，互囡仔去找动物的尾鸟。因为各种动物的尾鸟其实拢足无共款的。有的长长的啦，有的短短，有的胖胖，有的硬硬，爱当用生活中的方式
有做趣味的方式来引发这些动物啦。同人也是可以用英文来解说，但是就近还是比较少。那台语的又更不多，所以未来如果说我们也会考虑说，如果有老人家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或许也可以来考虑找本土语协会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一个部分。专程以生活化的台语设动物园，用哪佚佗哪开讲的方式，大家做伙来认捌各种动物的台语名，嘛提醒囡仔保护动物的重要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文学金典奖的得主陈淑芳今年搁来出新册，叫做《社头三姐妹》，以故乡中华来做创作的题材，描写着传统的女性伫家庭也是生活当中受到的这个束缚。伊也特别倒来到中华举办分享会，请袂少人来参加。中华社头因为姓萧的人多，所以地方有流传一句“社头萧了了”的讲法。伫中华出世大汉的作家陈淑芳今年出版新册《社头三姊妹》，伊讲小说内底3位姓萧的萧查某，拢是伫生活家庭拄着真济束缚的传统女性，希望透过小说涵盖个趣味故事，鼓励大家勇敢过自由的日子。什么是萧查某？萧查某就是伫个重男轻女的父权社会内底吼，违反原厂设定的女性都是萧查某。譬如讲，你也无结婚，啊无生囝，啊是你有离婚，你甚至有野心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迄都是拢是萧查某。所以我在一刚刚拢鼓励所有的女生吼，拢来做萧查某。陈淑芳表示，过去读到的世界文学拢是外国台，伊连续出版几地方《楼顶的好人》加《社头三姊妹》3本小说，分别是发生伫永靖、园林、社头的故事，完成中华3部曲的目标。也特别转来中华办新册分享会，请袂少读者来参加。我真感谢伊伫个小说内底为女性发出声音的感觉，尤其是台湾传统较庄脚的所在。这种对女性较刻板的无好的对待，较真嘛是抑阁有。愈在地的所在就是愈全球，咱爱对家己的这个故乡的这文化有信心，以后全世界大家都会对咱台湾刮目相看的呢。陈淑芳的小说伫侪个国家拢有翻译版本，嘛有国外媒体因为小说来中华出境采访。伊6月嘛代表台湾参加伫韩国的首尔国际册展。陈淑芳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甲台湾的地方风景甲社会议题，小结合全球的读者，展现台湾文学伫国际的影响力。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台南总雅艺文中心文学故事馆呢，是来举办时代的声影特展，透过 AI 的科技艺术的创作，也佮有影像的资料，来呈现文学少年时爬上舞台的模样。这次展览是邀请到音乐家、艺术家，也佮有设计师，看时空甲伊的音乐创作来展开对话。舞台顶系白色麦克的是互人合作报道歌咏文化，即回透过 AI 科技，模拟当时以少年顶台模样。实践大学的教授参考日本时代古早拍板版型，以浪子、财主、音乐人3种角度，重新设计文化的舞台服装。即阵总雅艺文中心当咧展时代声影特展，透过影像手稿多位顶作品，要互人看文化的音乐人生，嘛展开一场下时代的技术对话，民众拢讲看甲不假笑脸。囡仔就听伊歌大汉，有这机会我是来怀念一下，袂歹。我嘛上在有咧听伊歌。阮的一楼叫做回顾，就是老师过去；新的就是互介绍新的人对老师无共的看法。电视文化局甲5月定做文学会，20是文学免期。这摆展览因结合科技媒体，若邀请诞生中边文学的迄个小姑娘，嘛甲文学过去的乐团老朋友斗阵合唱，加入新时代气味。另外展场内佫邀请法国艺术家用声音影像做互动，来呈现这首飘浪之旅歌词的诗意。迄个小姑娘来当，互咱后一辈少年人会当较简单来熟悉古早老师的歌，迄个小姑娘，互小朋友来唱嘛袂歹，所以阮就甲改编较当代的吼。Voilà, donc en fait, c'est un programme qui en fait rejoue en cycle de manière aléatoire. Donc c'est pas une vidéo qui a un début, une fin, c'est éternel en fait, ça tourne tout le temps. Et donc ce qu'on va voir, c'est qu'on va voir un dialogue qui est mis en scène par Thierry avec des peintures sur le texte de Wencha, sur les paroles. Et c'est ça qu'on va voir comme ça dérouler
petit à petit dans l'image. 文化局指出，连续3礼拜假期拢有安排不同活动，不论是京剧讲唱会、怀古市集，也是故事馆的导览，拢希望会当请少年人来热巴咱在地音乐甲历史故事。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2023年，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呢发起支持巴勒斯坦活动的学生，也就是马赫达维，伫今年4月中旬呢，互美国移民署以可能危害美国外交利益来甲伊拘留。2礼拜了后，总算甲放出来。伫5月19呢，伊伫毕业典礼顶头受到支持者的祝福，伊也来讲会当顺利参加典礼，代表民主的胜利。Nothing will stop us from continuing to do that. N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nor Columbia University, nor any power in this world will stop us from being and continuing to be humans. 巴勒斯坦倡议人士马赫达维19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顺利得到学士学位。伊伫约旦河西岸南面亚出世，2014年移民美国，有居留权。2013年，伊伫高大校园发起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今年4月，马赫达维伫公平辩士当中，互美国移民局用危害外交利益做理由拘留，2礼拜了后放出来。毕业典礼即日，伊特别摸巴勒斯坦传统的毛巾，各家支持者提被拘留的研究生哈里尔的相片，恳求美国当局用移民审查压制学生人权。另外，美国最高法院伫19裁定取消拜登政府为35万委内瑞拉非法移民提供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国土安全部早伫2月份就撤销 TPS 的经期决定，用部分美国移民干涉帮派活动做理由，强调 TPS 措施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项决定引起移民政权律师的反弹。In January, Venezuelan TPS holders were promised 18 months more of protection, and that promise was taken away. And we continue to believe it is unlawful, and there's nothing in the Supreme Court's order that analyzes that claim. So we'll move forward as best we can, but this is a really difficult day for us. 除了取消非法移民临时保护法规，国土安全部也启动移民回乡计划，提供$1000加免钱机票，鼓励无身份的非法移民自愿出境。第一批有64个移民19为美国德州坐飞机，分别飞洪都拉斯甲哥伦比亚。国土安全部强调，自愿回乡移民应保有日后合法返去美国机会，若无会被赶走，而且永久禁止入境。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那明仔载天气到底是如何嘞？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6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外岛地区25度到31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 AM 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